你好，中國電信25年全年業績。中國電信係我後生嗰時候買，比中移動更加早。一直以來，呢啲電信股只屬於平穩經營。當年嘅派息率唔高，增長又唔算好強，股價成世人都係大概喺3蚊至5蚊上落。近年嘅派息比以往增倍，唔知係咪要配合國策增加中央嘅收入，亦話而家嘅資本開支較有成本效益。25年嘅盈利賺得個300幾億，趨勢似乎頗穩定。派息由最初嘅1毫到而家2毫幾，轉眼已經10幾20年，派息比率已經上升至7成幾。組合仍然想繼續保留一啲抗通脹嘅公司，不過持有佢，你最好唔好望發達。就好似道路股，要建造、營運、定期保養，讓我哋嘅數據可以貫穿每一個地方。社交已經成為人類嘅生活事，我哋運用 AI、社交媒體、影片播放，無一唔需要強勁嘅數據傳輸。我諗唔到呢個行業有乜嘢威脅。